幾年前一盒錄影帶喺拍賣市場就以超過50萬港紙成交。喺呢個冇咩人會睇錄影帶嘅年代，竟然喺香港揾到一班人默默咁守護錄影帶文化。呢架咧就係叫做第一款俾家用嘅錄影機啦，飛利浦出產啦。VCR Base 係自資嘅民間錄像保育組織，佢哋租咗幾個地方放置錄影器材，仲租咗一個24小時都有冷氣嘅倉庫，存放大約4000盒錄影帶。點解佢哋會願意花費自己嘅金錢心力去做呢件事呢？推廣新媒體藝術嘅團體 Video Touch 亦成立收藏庫，存放過往有關創意錄像嘅錄影帶。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同澳洲政府發出錄影帶喺2025年會消失嘅最後通牒，佢哋就早喺2008年默默將錄影帶轉為數碼檔案。不過數位化之後仍然可能有危機。今集由 Milk 主理嘅 Big Brand Theory 就同大家一齊回帶，探究錄影帶嘅前世今生。香港民間經典回憶資料庫 VCR Base 創辦人文哥，早喺20年前就會走落深水埗鴨寮街尋寶。嗰時可能啲人開始轉 DVD，甚至2007年開始數碼電視啦。咁開始以前舊嗰啲錄影帶咧，開始好多人氣。咁行過地攤嘅，咁見到就通常就一定係買嘅啦。記唔記得幾錢？好平啊！咁通常都係1蚊至5蚊不等啦，幾蚊貨仔咁買翻去。咁就可以睇翻當年嘅回憶，真係好實惠啊！當你以為錄影帶只係值幾蚊嘅啫，錯啦！近年佢喺拍賣市場好受歡迎，一盒1986年未開封嘅 Back to the Future 錄影帶，成交價高達75,000美元。就連美國喜劇演員 Pete Davidson 都認為錄影帶會 come back，成為黑膠復興之後嘅另一熱潮。所以喺2020年開始買落唔少錄影帶。I bought all the sealed ones that exist, like 3,000 to 5,000 tapes。咁係唔係真係會有復古熱潮呢？全球市場調查機構 IPSOS 喺2023年統計顯示，有60%受訪者希望返以前嘅日子，而香港有近80%人表示認同添，高居排名榜嘅第4位。普遍西方大國嘅受訪者都想重返舊日嘅生活。隨住全球經濟動盪，加上 Covid 同氣候變遷嘅威脅，人心惶惶。覺得以前嘅日子更和平、更幸福，所以有一班人努力咁守護舊日文化。呢架咧就係叫做第一款俾家用嘅錄影機啦。咁啊就係飛利浦出產。錄影帶文化究竟有幾耐歷史呢？第一部嘅磁帶錄影機喺1956年發明出嚟，至於家用錄影機就喺70年代正式面世。佢嘅出現為影視產業帶嚟翻天覆地嘅轉變。咁呢個機咧就見到佢真係差唔多30-40磅重啦。佢嘅設計係好簡單啦。咁啊，亦都係我哋用呢啲叫做機械式嘅按鈕啦，就係一撳咧佢就會彈出嚟啦。咁啊就攝餅打入去啦。然之後咧就撳落去咧。雖然話就話係家用機，但當時一般嘅打工仔要用幾年人工先買得起。當年喺香港就係超級有錢先會買啦。咁即係可能佢哋做 production house 啊，或者係電視台，佢哋先會買呢啲咁嘅機嘅啫。而當普通市民都買得起錄影機之後，又出現咗一場格式大戰。早期嘅時候咧，其實就 Betamax 咧就係流行啲先嘅，呢個機係非常之重啦。咁但係 VHS 機咧就會輕啲啦。嗰陣時 Betamax 咧其實最多咧都係錄1個鐘到2個鐘嘅，但係 VHS 咧佢一出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3個鐘㗎啦。Betamax 嗰個畫質咧係靚過 VHS 嘅，咁但係其實大家寧願係要錄得長啲嘅時間咧，都唔需要畫質特別靚。其實去到80年代中咧，就 Betamax 咧就正式叫做敗戰啦。就係咁，大家都會揀用 VHS 嚟錄電視節目，冇咩人會記得 Betamax。但資料庫為咗保育錄影帶嘅發展歷史，千辛萬苦揾翻一部1978年推出嘅 Betamax 錄影機，喺當時叫做第一批運到嚟香港可以賣嘅，都係呢個型號啦。佢哋仲收藏咗超過4000盒錄影帶，大部分都係一般市民錄低嘅影像片段。當年啲人咧就要慳帶咧，就要 cut 廣告啦，咁所以咧變咗令到咧廣告就會比較珍貴咯。如果講翻80年代咧，個電視事業都好鼎盛嘅，咁好多商戶咧都好肯去買 airtime 嘅。廣告當中記載住，即係香港
甚至成個世界嘅事和物啦。即係舉個例子啦，洋酒廣告啦，即係以前香港經濟太好啦，咁個人揾到錢，啲錢點消費呢？咁就開支 XO 啊、VSOP 咁樣。不過呢類型嘅廣告已經成為歷史，就連香煙廣告亦都唔見晒。除咗廣告，劇集亦都係一種時代嘅象徵。因為當年好多劇都會喺香港唔同地方攞街景啦，亦都可以睇翻當年香港嘅一啲面貌啦。你記唔記得香港仲湧現過一輪租帶熱潮？除咗快圖美、大卡士同金絲，就連便利店都提供租帶服務。而文哥就曾經喺金絲返過工。金絲嗰時我係做到97年啦，嗰時係興套票嘅，咁啊啲套票呢幾千幾定幾千蚊買一紮套票咁樣啦，咁然後就睇下中意睇啲咩戲咯，有啲係可能係新片嘅，可能用啲飛會多啲啊咁樣咯，就有甜蜜蜜啊、古惑仔嗰扎咧，好多人都搶住嚟租嘅。雖然租電影錄影帶係80、90年代嘅日常娛樂，不過喺70年代錄低電影其實係犯法嘅。美國演員 Roddy McDowall 就因為藏有電影影帶俾 FBI 調查。荷里活片廠 Universal Studios 仲曾經起訴 Sony 侵犯版權，佢哋驚錄影機一旦普及就會扼殺戲院嘅票房。好彩法院最終裁定 Sony 同其他錄影機製造商無需承擔責任，如果唔係就會改變電影嘅命運。喺全球電影網上資料庫 IMDB 最佳電影排第1名嘅《月黑高飛》喺1994年上映嘅時候票房慘淡，只收得1600萬美元。但華納第2年發行咗32萬盒《月黑高飛》嘅 VHS， 呢個舉動相當冒險，但竟然成為咗1995年最多人租借嘅錄影帶之一。就連1982年嘅《Blade Runner》都係因為錄影帶而起死回生，成為黑色科幻經典。錄影帶世界亦成就咗 AV 帝王穿西透嘅風光時刻。即係以前啊，未有收費電視啦，亦都未有啲 video streaming 呢樣嘢啦。3級嘅資訊呢，點樣可以即係喺市面流通到呢？咁就靠出錄影帶。仲有 Jane Fonda 嘅 Keep Fit 健身同押井守嘅原創動畫，呢類內容如果唔係睇錄影帶，根本就睇唔到。隨住70年代法院嘅裁決，令 Home Video 正式合法化，唔單止電影片商擁有拍攝嘅權利，一般市民都可以拎起家用攝影機記低生活。美國電視台就喺80年代尾開拍咗《笑笑小電影》呢個經典節目，播放觀眾投稿嘅家庭影像。喺美國50、60年代已經開始㗎啦，其實係。咁點解80、90年代香港會有呢個錄像文化呢？我自己覺得就係嗰陣時開始興 Canton Pop 啦，又興有 MV 啦，咁然後我哋又興卡拉 OK 啦，因為卡拉 OK MV 有電視，你哋又可以錄電視咁樣就變咗錄影帶就好普及咯。一班藝術家亦拎起攝錄機創作發聲。咁最早83年進念20面體佢哋舉辦咗一個叫做國際錄像藝術節咁樣嘅一個項目啦，而裏邊嘅參加工作坊嘅成員咧都係而家好我哋都好熟悉嘅一啲創作人啦，即係包括填詞人啊 Pierre Ho 啊，或者係劇作家林奕華啊咁樣。到1986年嘅時候，佢同幾位藝術家一齊成立咗 Video Touch 呢個藝術團體，致力推崇錄像藝術。而佢就喺1987年買咗自己第一部攝錄機，已經係叫做好早㗎啦。我嗰時係買 V8嘅，係要走去尖沙咀買嗰啲賣俾遊客嘅。即係當時個 sales 話：喂，香港用唔到嘅喎。咁我話用到㗎啦，用到㗎啦。即係為咗要有一個咁樣嘅機器可以俾我去做拍攝，我都冇辦法，都變咗用咗 N 線咯。嗰陣時買嗰部機幾多錢？17,000蚊。我嗰陣時嘅人工係5000零6000蚊度啦，已經算到好高㗎啦。普通嘅畢業生係可能係講緊即係1000蚊度。佢晏晝買完部機，夜晚就即刻用。有一班後生仔，佢哋喺藝術會就有個展覽，咁我就膽粗粗咁同佢講話：我買咗部機啊，我不如幫你記錄咗嗰個展覽啦咁樣。因為嗰個環境好黑嘅。咁我影翻嚟嘅所有嘅 footage 咧都係好 noise， 當我做剪接要過帶嘅時候咧，就更加唔穩定啦。咁所以就好多 noise， 啲 noise 係 rainbow 咁樣嘅。以前我哋用翻電影嗰啲火數去影嘢咯，你真係要 tungsten 咁樣掛住支叫 red hat 咁樣去影嘢咯。
都重嘅喎。以前因為有好多 limitation 咧，咁成日都要用腦嘅。我哋以前影嘢係真係要諗一諗個 frame， 係啦，諗一諗個燈光。而家根本上唔使咯，你總之你冇唔記得帶就得㗎啦，你記得帶你就有㗎啦，咁樣咯。剪接過程亦要花上好多時間，2部錄影機1部電視，放好帶就一隻手按 play， 一隻手按 record， 手起刀落。因為架機兩個 running 個 speed 又唔一樣啊，你嘅手指可能有隻前後爭0.3秒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成日都要做好多次。咁當你做好多次嘅時候，啲帶又開始殘啦，咁人都殘地嘅，即係好難嘅一件事。呢啲工具其實係唔單止俾你去發聲，俾你去記錄你自己嘅生活，甚至係可以 share 俾其他人啦。我拍咗嘅嘢，我就可以發放去全世界，我就係一個電視台咯。有冇聽過 Video Kill the Radio Star？ 有咗 MV 之後，啲人就唔會去 radio 嗰度聽歌仔啦。Panasonic 同 Sony 相繼退出磁帶錄影機市場後，日本最後一間錄影機製造商亦喺2016年宣布停產。到2000年嘅時候咧，文化嘅即係觀察者啦，你當係 theorist 啦，咁佢哋咧就提出咗話2000年之後咧就 video art is dead 嘅，都係因為嗰陣時 YouTube 開始啦。YouTube 喺2005年面世，其中一位創辦人喺4月23日 upload 咗史上第一條影片，短短嘅19秒，從此改變咗個世界。時至今日，每個月嘅活躍用戶已經去到25億。當大家都只係會 streaming， 錄影帶甚至 VCD 同 DVD 都已經失去咗佢存在嘅價值。好多人都意識到錄影帶有消失嘅危機，就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發出警告，2025係死期。而 Video Touch 就喺2008年成立咗收藏庫。其實我哋而家呢個 archive 咧就有超過330個藝術家，咁作品嘅數量咧就超過770件嘅。唔只有香港藝術家嘅作品，亦都會有一啲亞洲各地同海外藝術家嘅作品嘅。咁希望啲大眾接觸我哋嘅收藏庫嘅時候咧，佢哋能夠見得到呢一個媒體藝術嘅發展，同一時間咧睇到即係過去講緊30-40年嘅生活面貌咯。即可能係2000年之後，我哋大家都開始反省，究竟我哋人類嘅歷史係點樣，個進程係點樣。咁美國或者係西方社會，其實嗰陣時佢哋亦都開始有一個叫做 Archive Fever 嘅出現咯。嗰陣時亦都係 Google 咧開始每一年咧，佢哋都有個叫大會咧，就係邀請 museum 啊、archives 啊、或者係啲art space 啊，就一齊去開會，點樣去即係archive。或者係我哋嘅所謂嘅 artifacts， 我哋點樣可以即係繼續儲低佢咯。佢哋仲開始運用 AI 嘅方法進行修復，不過呢個會衍生出仲係唔係原創嘅爭論。先唔理係啱定係錯，行出第一步先係最緊要。唔好大安旨意，以為拍咗就會呢世都睇得返。咁所以大家就要將自己手上嘅嗰餅帶就去 digitize 咗去。咁 digitize 咗之後，其實都有一個儲存嘅問題嘅喎，係咪？咁你擺喺手指度好啊，定係擺 hard disk 啊，定係擺邊呢？邊樣嘢係叫做 forever 咧？其實又真係好似冇乜嘅喎。其實去到最後，你會發現真係電子嘅嘢係好 unstable 咯，即係有啲似我哋嘅 memory 嘅。其實即係然後係咯，即係你記得幾多咪幾多咯。放得太耐可能會發毛，甚至揾唔到機再播。但數碼化之後都可以好唔 stable。雖然而家科技好先進啦，咁但係hard disk 呢樣嘢咧，其實如果萬一佢壞嘅時候咧，係可以好嚴重啦。即係一嚟就可能要用天文數字去還原翻一個 hard disk 啦，又或者係基本上係還原唔到都有可能嘅。咁變咗喺數碼上咧，始終都冇一個實體嘅帶咧咁安全。唔知大家仲有冇錄影帶呢？如果有，係時候要拯救你嘅回憶啦。